我面子拿無同呢，竟然有老酒啊酒香夢，我哋只係村口拍視頻上嚟推，竟然做就係老闆當行酒香夢，大家好。呢條視頻呢是嚟大家能燒老酒甲清老酒。如果你村口10年以上老酒呢，價錢差唔多控制到300元嚟，想要清回，想要走量。平龍區老闆嘛，我只覺得呢，弄到走遲啲，兼職呢靠個酒香嗰個，料到一款有幾年嘅老酒，處理啊價錢就100多元呢。好，一款療刷門嘅門廠酒，啷講療刷一撮儀表，頂擺呢，因為呢正陽門、白花蓋、香子腳等等，平酒甲世界味攏袂冇，而且還醬酒。接落來呢，我哋就到到村口行廟拍入，小佬通知到老酒雙通出口，人見到想要買老酒嘅朋友們退了，到時需要來出行，小網友們介紹幾款酒。你如果是袂介意出行，想要到過年再通老酒清了。平龍區老闆嘛，我近期就過來個拍入，小佬通會推出去。當時啊，來甲佢酒拿力聲，真正想要找到老酒啊，可以提出關注我。我係提出競爭啦，可能療刷酒商村嗰個拍好貨啊好老酒，也可以來平龍區啊，咱來找白酒，我來找台。新嘅一年呢，讓你需要你嘅肢體，祝你越來越好，心想事成。